今兄姐大家平安，咱做伙来吟圣诗141首，路口陪东东，着就分我。来伫安息，乐土陪东东着就分我。来伫安息，乐土陪东东着就分我。来伫安息，乐土陪东东着就分我。来伫安息。世界着就分我，世界着就分我，世界着就分我。哈利路亚，阿门尼，哈利路亚，阿门尼，哈利路亚，阿门尼。主耶稣的救着就分我，来伫安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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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世界着就分我，世界着就分我，世界着就分我。哈利路亚，阿门尼，哈利路亚，阿门尼，哈利路亚，阿门尼。以西结书36章，讲起着上帝要赏赐以色列人有新的灵，甲新的心，要将这一切误会甲偶像来除去。上帝要互因成做新创造的群体，要来行上帝所欢喜的事，遵趁上帝话语。今日咱要继续来看37章，是以西结书内面上界出名的一章，就是以色列人要亲像死去，甚至已经高大的骨头，要过一摆顶头生，要过活起来。今日37章的头前半段，1节到14节，就是这个大骨各活的异象。第1节，上主的气力充满我，伊的神带我去一个山谷，迄个山谷四界拢是骨头，伊带我行透规个山谷，我看见骨头遍满山谷，遐个骨头拢焦壳壳。伊对我讲：“恁主啊，这个骨头减袂过活起来。”我应讲：“至高的上主，这只有你知。”伫以色列人也是犹太人，因的律例中间，死去的人就是代表无清气，然后一定爱好好来埋葬。但是以西结看见毋是只有一个死去的人，是一群死去的人，因甚至已经死真久，连肉拢无去啊，只有剩骨头。这表示啥物？这表示讲，遮个人因就是无人甲因收尸，遮个人无人甲因埋葬，遮个人无人甲因照顾，直到因只有伫即个边缘。即个边缘对第3章22节，以西结伊嘛共款去互上帝神带到伫即个边缘的中间，伊伫迄个所在看见上帝荣耀。然后对第3章22节跳到37章，上帝搁一摆将伊的手，也是讲伊的神，放伫以西结的身上，搁一摆带伊来到即个山谷，现代台语翻做山谷，和合本写边缘平原。但是不管是山谷中，还是边缘的中间，这死人骨头代表即阵人无人甲因收尸，伊也已经死真久啊！就是讲伊的即个下场非常的凄惨，无人知影伊已经死啊。但是上帝竟然伫即个所在，要来显出伊的荣耀，问以西结，这个骨头敢有会阁活起来？以西结伊毋敢回答，伊就讲：“主啊，只有你知。”第4节，伊阁对我讲：“你着对这个骨头传达我的信息，讲高大的骨头，着听上主的话。至悬的上主对恁讲：我要分开入去恁内面，互恁活起来。
我要互恁生根生肉，搁用皮甲恁包起来。我要分开入去恁内面，互恁活起来。安尼恁就知我是上主。上帝回答以西结的问题。上帝先问以西结，以西结唔敢回答，搁问上帝。上帝搁甲以西结讲：你爱安怎讲？就爱讲爱传上帝的信息，就是将上帝话传出去。这个话就是古代的骨头，就听上主的话。这互咱看起来就是无感觉无可能。骨头就是骨头，因哪个听会着？骨头嘛无耳孔，骨头嘛无大脑，骨头啥物拢无啊。但是因既然要法度听，所以上帝话超越这个目睭、这个世界、这个物质上所看会到。不管这是真实的，还是一个异象，但是上帝爱以世界去传这个古代的骨头爱听，然后上帝要将伊的气分入去恁的内面，恁就要搁活起来。互恁会当生根，搁会当生肉，搁将皮甲恁包起来。等上帝的气，这个气息，会嘛当讲风，嘛当翻做灵，是同一字。这个上帝的气、上帝的风、上帝的神，如啊，分到伫恁的内面的时阵，恁就知我是上主。所以表示讲，这死人骨头，因可能无认捌，唔知影上主是谁。但是呢，即马上帝互因已经死遮尔啊久的骨头，剩骨头若定，嘛要有机会来认捌上主。第七节，我就遵照上主的命令传达伊的信息。伫讲的时，忽然我听见起起哭哭的声，骨头甲骨头连接起来。我注意看，骨头开始生根生肉，搁有皮甲因包起来，毋久无活开。上主对我讲：人主啊，你着对风传达我的信息，讲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风啊，着对四面吹来，吹入去遮个互人抬死的人内面，互因活起来。所以以西结伊回应上帝的命令，顺探上帝讲的，勇敢去对这个死人骨头传道、传达信息，和合本翻做说预言。伫现代台语翻做传达信息，就是咱讲的传道，伊就去传上帝的话，就真正照上帝讲的死人骨头，就爱听上帝的话，就讲伊拄咧讲的时阵，就听到大响的声，甲拄着即个大的地动，起起哭哭。即个大的响声，好本，讲有即个地震甲响声咯。地震甲响声，伫即个现代台语是翻做起起哭哭的声。但是不管即个声是毋是有地动甲大的响声，互咱想到伫即个速度频段第25顺节的时，即个120个门徒伫楼顶伫祈祷的时阵，着一阵大风吹过来，然后着大的响声，然后着即个信心亲像火焰亲像籽，喙籽，落伫每一个人的头壳顶，因遮个人就受到即个神的充满，大声来讲起上帝的代志，来阿乐上帝，讲起上帝的作为，嘛是咧传达上帝的信息。然后以西结伊看见遮个骨头竟然连起来，然后皮、筋、肉拢开始拢叮当起来，但是也无活开，也无活开。这个活开，就是因只有身躯，但是无迄个灵魂。所以上帝佫叫以西结，爱佫继续讲预言，继续传达伊的信息。是第9节，就爱对风，拄则有讲，即个风嘛当翻做灵，嘛当翻做是即个上帝的气，上帝要将伊的风、伊的灵、伊的气，亲像上帝创造亚当，对伊的鼻孔来分一口气，伊就成做有灵、有神、有风、有活气的一个活的人。所以这个死人骨头嘛是亲像安尼，等到伫创世纪爱甸园，上帝创造的亚当，因即个的生命无共款的生命。过去因的生命是父母互因的生命，
因对即个地上已经死去啊，无去啊。但是当上帝对因讲话，也是有先知有上帝罗卜去传上帝的信息的时阵，因会活起来。但是上界要紧的，就是要有上帝的神、上帝的风分入去因的内面，果然因就活起来。第10，以西结，我就遵照上主的命令传达伊的信息，开就进入骨头内面，因就活起来，徛地。因的数目亲像军队遐尼济。上主对我讲：恁主啊，这骨头就是以色列人。因讲，阮的骨头焦壳壳，无五望，无前途。所以，你就对我的子民以色列传达我的信息，讲：至高的上主安尼讲，我的子民啊，我要拍开恁的坟墓，互恁对墓出来，带恁倒去以色列地。我拍开恁的坟墓，带恁出来了后，恁就知我是上主。我要将我的气分入去恁内面，互恁活起来。我要甲恁安置伫恁家己的土地，安尼恁就知我是上主。我讲出嘴一定实行，上主安尼宣布。所以以西结看的即个异象非常的清楚，即个异象就是伊看到一群人，是一群的骨头，即个骨头是通过上帝命令甲上帝话，因个徛起来，但是徛起来也未因连接起来时阵也无够，爱有上帝开，所以伊嘛通过上帝开、上帝神、上帝灵来分入去伫遮个人内面，因就活起来，正做一阵军队共款，亲像军队遐尼多啊！好，意思这个极大的军队就是巨大的军队，就是一大群人啊！好，所以这段语言是在表达什么？第11节讲了真清楚，上帝和以西结看这个异象，甲伊所做的这个动作，这不是咧讲一个个人的死人国外，这是咧11节讲，这是咧记这个以色列人。就是以色列全家哦，以色列全家。章36章，上帝嘛讲要互以色列全家人数要加添，要生养众多。今日37章，互因亲像高大的骨头，焦壳壳，无五望，阁无前途的时阵，上帝讲伊要来拍开伊的坟墓，甲因带出去即个墓，然后带因转去以色列的地啊。所以这个解说。这段圣经的解说，检测有真侪种无共款的解说，但是照这个里面来看，就是上帝要带这认为甲已经死去的人，无五望、无前途的人，上帝要甲因带回来。所以头一个，这就是咧预表，70年的时间满，才会伫巴比伦无五望、无前途，亲像死人骨头的以色列人。因要阁活起来，然后因会当转去到因的故乡。第二个，嘛有人认为讲这段圣经就是咧讲以色列这个国家，这个国家已经去互灭掉啊，去互巴比伦的军队军队已经来消灭啊。有一日，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要国复国、复国。也果然伫1947年，以色列这个国家真正伫这个中东，伫这个巴勒斯坦的所在，伫这个四周的国家反对的下面，竟然个复国，到达已经70几年。这个也是第二个死人国外高大的国外的一个异象。第三个这个枯骨复活，嘛是咧预表这个上先知约尼所讲的。伫末后的日子，上帝要将伊的神灌压伫每一个少年人、罗卜、女婢的心上，甲老人要做异象，少年人要看异象，年老的要做异梦。上帝伊的神要充满伫即个世间一样啊。在讲到即个末后的日。但是呢，不管安怎样，今日这段非常宝贝的奇象，先知以西结只有用短短的14节，1节到14节来描述一个非常，不管是讲到迄个时代受掠倒转来，
也是讲伫顶一个世纪，以色列要复国，也是咧讲着即个上帝五旬节，到伫即个生育，上帝信心要降临，也是讲到伫即个末后的日子，上帝伊要将伊的即个神灌下伫每一个上帝伊的囝儿子民的身上，但是即个异象拢会当三通，拢会当连做伙。所以今日这段对37章，咱已经对33章看见以西结爱成做一个守望者，来证明是真的先知。34章讲出主上帝就是好的牧者，伊要亲像大君王来保护伊的子民。35章讲到这个歹厝边其实是因的兄弟啊，以东，但是最后上帝家己要来伸手，要来攻击以东，上帝要掌权。昨36章讲到因受了倒转去，上帝要互因有新的生活，生团做做，搁要享受新的心甲新的神，互因会当来遵守主的诫命。今日37章的前半段，上帝要享受是互因对死个活，伊个已经变孤单，已经拢骨头拢骨达壳壳，但是竟然会搁活起来，真做极大的军队，要亲像大骨搁活一样啊！今日即章金句，我选第10节，我就遵照上主的命令，传达伊的信息，开就进入骨头内面，因就活起来，徛伫因的数目亲像军队遐尼济。第10节，当咱真正愿意照上帝的感动、上帝的神、上帝的呼召去传讲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伊家己自然会做工。就算讲在头前在听，真正是死人骨头，头前无半个人会当听，但是连骨头嘛要对涂骹搁徛起来、爬起来，甚至真做互上帝使用，上帝所差遣极大的军队，这是上帝互以西结。嘛是互每一个领受上帝新的心、新的神，伊的囝儿、伊的萝卜、伊的思路即个萝卜女婢所要来领受的即个语言、甲即个感动、甲即个信息。今日即段的圣经，互我感受到古代古国话，毋是咧讲亲像列萨罗国话，毋是咧讲迄个死人国话，即个个人的，是咧预表规个群体，甚至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、一个社会，也是一个信仰的群体，因要安怎个重新个活起来的一个意象。嘛，第二个，互我想到看见讲以色列复国即个事实，这毋是历史，这是事实。也互咱伫今日即个世界运动着爱来反省，因为每一个民族、每一个国家，都是经过2000、3000、5000、6000年的历史，因的即个才当伫今日的即个世界继续来扮演因的角色。所以因运动爱好好来回想即个历史的主，嘛爱知影因家己对倒位来，嘛爱知影因人爱对倒位去，着爱好好来反省，嘛爱好好来珍惜，甚至搁爱谦卑伫全人创造、享受活命、土开的即个主上帝面前，才会当做上帝所差遣、上帝所使用的军队。今仔日10月16号，伫西元690年。就是这个唐朝这个武则天伊来登基，所以伊将这个唐朝改做周朝，嘛成做中国历史上唯一这个女的皇帝。伫1973年，伫这个第四次的中东的战争来爆发，所以来引起迄当时非常紧张的头一届石油的危机啊。甚至即个油袂当阁送出去，然后油变非常非常的贵啊！伫今仔日是联合国所定的世界粮食日，就是爱咱即个即个世代人，爱好好来珍惜，来注重即个粮食的问题。今日嘛是世界脊骨日啊！咱着爱好好顾咱的骨头，特别是今日咱读即个古代的骨。买当因为上帝话过活，咱嘛爱好好来祈祷，互咱的骨头听到上帝的话，咱当阁活起来，亲像一杯活灵。今日是世界祈福日，咱嘛爱为着咱个人、为着家庭来祈祷、来祝福。今日上年
乡里部新竹中会乡里部有敬老会要伫后日来举行，所以教会咱有一台游览车的兄弟真早就要出门来参加，然后佫有伫迄个所在来表扬，也求上帝来带领出入平安，也互每一个遮的乡年长辈时代拢会当愈老愈勇健，愈老信心愈大，年纪愈大，对上帝的话愈有信心，愈有确信，愈有把握。今日的祈祷要用约翰尼书第2章28节，以后我要将我的心摒落去，互所有的人。恁的囝、查某囝会讲预言，恁的老人会做梦，少年人会看见异象。你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，少年人要见异象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带领阮对以西结书的第1章一直来读到今日的37章，互阮看到这个非常伟大伫圣经中间独一无二的这个预言，是指迄个时代，也指旧约，也指新约，也指当代，也指伫末后的日子。这个伟大的异象，求主信心来帮助阮，互阮当领受着信心，互阮听着上帝你的话，会当进入阮孤大的骨头内面，将阮内面的病痛，也是将阮内面遮个无合主心意的污秽拉散，拢会当甲伊洗除换心，也互阮有一个心智，就是要来遵照主你的话来过来活来尊叹你，也求你来祝福，特别是阮的老人会当做梦，阮的少年人会当看见异象，互你的神伫阮所有人的心中，互阮来超找主你的旨意，也来回应主你的呼召甲金调。阮人的恳求祈祷，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咱做伙来吟信诗241首，恁着感谢上主至大。恁着感谢上主至大，主爱永远伫地，归伊的梦，互我困活，虔诚感谢献祭。这是上帝圣所的梦，伊人应该入去。主你真求实在照正，但我要感谢你。在乎所捌其杀的笑，正做主甲对己。这是上帝本身定着，来个看做神奇。这是主所定着日子，咱要欢喜快乐。求你真求，互阮兴起，阮就得着大福。奉主圣名入来的人，应该得着福气。对主的处事好大项，咱着感谢认识。愿上主赐福你，保护你；愿上主的面会光照你，施恩互你；愿上主欢喜的面看你，赏赐你平安。阿门。